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日是2月14，提摩太后书2章21节安尼讲：人若洁净家己，离开这粗俗的事，就会成做贵气的器皿，圣化予主人用，通准备好势，做逐项好事。三个来祈祷，爱愿成做清气，通做贵气的器皿，予主用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至关荣耀的主啊，你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、甲信实的上帝。你看伫一切的尊重、敬拜、称颂、甲感谢。主啊，你伫万世以前就拣选阮，伫基督内面呼召阮，也赐下救恩甲恩典，互阮通对黑暗进入你奇妙的光明。主啊，愿要一生来尊你最大。主啊，愿承认家己常常受世界的引诱甲捆绑，直到失去追求圣洁的心。求你帮助阮脱离卑贱的事，脱离无互你欢喜的言行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伫生活中操练圣洁，通成做你贵气的器皿，圣化阮，通互你路用，通准备好势来做逐样的好事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